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嘅咁所以就有今日呢個新書發布嘅呢個機會啦。咁我將時間交俾你啦。好啊好啊。首先真係要趁住呢個機會咧，多謝運動版同阿 Ricky 咧，就唔係講笑，出紙本書依家其實幾大風險嘅。咁我同阿 Ricky 一提出呢個建議咧，佢就諗都唔使諗，幾秒即係答咗 OK 就搞掂佢啦。咁就話咁呢個即刻要即係多謝，俾掌聲阿 Ricky 先。係衝動咗啫。咁嗱，講翻少少淵源先。其實咧，我未識 Ricky 之前咧，我第一次同運動版圖接觸咧就係2009年2月，我跑完馬拉松咧喺呢個維園門口出嚟咧，有人派雜誌嘅，派一本雜誌俾我就好靚嘅喎，印刷精美，因為我都出過雜誌嘅。哇，咁靚嘅，仲唔使錢啊？跟住睇下標價印住19蚊，哇唔係講笑啊！即刻我想搏，即係上嗰個。嗰陣時有Yahoo個 blog 咧，我寫咗，喂要捧場啊，同埋第一期封面係踩單車啊嘛，係多謝，冇錯啊嘛，係啦。咁跟住咧就運動版圖搞嗰啲跑步比賽咧，我就成日捧場嘅。咁成日捧場，第一樣唔使講質素好啦，係嘛，收價又低啦，係嘛，啲服務一流啦，相又多。咁呢個就一路10幾年都係咁嘅。好啦，去到2022年咧，有幸咧就俾呢個運動版圖邀請做訪問。咁當時訪問梗係唔講我跑步啦，跑步香港好多高手啦，未輪到我排隊排到水尾都未到。咁就當時係訪問關於李小龍嘅，關於李小龍。咁就亦都係嗰陣時開始咧，就同運動版圖合作啦。咁我有個地盤啦，好慶幸有個地盤咧，佢發表文章就係冇意見嘅。咁呢本書咧。裏邊嘅文章咧，其實我出咗十幾本書啦，由1998年開始出到依家咧。其實呢一本咧喺我10幾本書裏邊咧，係頭3本我最中意嘅書，頭3本。因為我另外有3本書咧就翻譯咗到日文嘅，翻譯咗到日文咧去咗日本嘅。咁你諗下，全世界咁多人寫李小龍咧，咁竟然我寫嘅李小龍咧係日本嘅超級龍迷都覺得 OK， 咁你見到個分別喺邊度啊？咁講翻呢本書先。喺運動版圖，我由2021年1月開始寫到依家咧，應該係第6年啦，60幾篇㗎啦。咁我啱啱又交咗稿，應該68篇啦已經嚇，68、69咁樣啦。咁咧就因為當中有啲文章咧，我係覺得係用咗好多精神，你睇落去就2000字啫。我話俾你聽，我寫咗3年，你信唔信咧？因為裏邊係關乎好多資料嘅，一陣我又爆少少料咧，我點樣揾資料法？咁呢啲咧就唔關乎我嘅天分啦，完全係即係黑科嚟嘅。